大家好，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比特幣跌入熊市深水區，市場恐懼指數跌至個位數，但大型航天企業上市及宏觀地緣政治變動正為大市帶來新轉機。大家絕對估唔到加密貨幣市場上個禮拜經歷緊啲乜嘢。我哋先回顧一下上個禮拜嘅慘況。大家可以見到，比特幣嘅價格喺上個禮拜經歷咗一場腥風血雨，價格一度失守$60,000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心理關口，最低甚至見過$59,000幾嘅水平，搞到全城恐慌。目前市場嘅恐懼與貪婪指數跌到得返9，係處於極度恐懼嘅狀態。呢個數值係自從2024年以嚟嘅最低點之一，代表市場上對價格敏感嘅投資者已經開始瘋狂拋售。點解大市會跌得咁急？背後嘅因果關係非常明確，我哋一步一步同大家拆解，等各位年輕投資人可以明白背後嘅宏觀邏輯。首先，美國公布咗5月份嘅非農就業數據，新增就業職位高達172000人，遠遠超出市場預期嘅88000人。呢個數據一出，即刻打沉咗大家對美國聯儲局短期內減息嘅期望。因為就業市場咁強勁，加上4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升幅達到3.8%，核心通脹亦升至2.8%，通脹仍喺度升溫，聯儲局根本冇減息嘅空間。喺息口維持高企嘅環境下，資金自然會去尋找有穩定利息回報嘅避險資產或者傳統固定收益產品，而唔係冇利息收嘅比特幣。呢個宏觀經濟背景直接導致咗一個極度誇張嘅結果，就係美國現貨比特幣交易所買賣基金出現咗$17.2億嘅單周淨流出，呢個流出規模係歷史上第2大，亦係自從2025年2月以嚟最大規模嘅撤資。其中，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旗下嘅一隻旗艦基金，單一隻就流失咗$13.37億，創下自從2024年1月上市以嚟最大嘅單周流出紀錄。同時，另一隻大型基金亦都流出咗$2.2億。大家要明白，呢啲機構投資者嘅資金走向係市場嘅風向標，佢哋大幅減持，直接引發咗市場強烈嘅拋售壓力，令到比特幣價格大幅下挫。除咗宏觀數據嘅打擊，上個禮拜市場仲出現咗一個史詩級嘅黑天鵝事件，瘋狂抽乾市場資金。有全球最矚目嘅航天企業 SpaceX 喺上個禮拜成功掛牌上市，首次公開招股定價為$135，開盤就爆升到$150，收盤更達到$161.11。呢間公司嘅市值瞬間飆升到$17,700億，令到創辦人成為世界上第一位身家突破$10,000億嘅超級富豪。呢件事同加密貨幣有咩關係？關係可大啦，因為呢隻新股嘅吸引力實在太大，觸發咗強大嘅虹吸效應。無數嘅散戶同機構投資者為咗入飛認購呢隻新股，紛紛將手頭上嘅高風險資產套現，其中就包括加密貨幣。呢種資金輪動係導致比特幣同其他山寨幣急挫嘅主要原因之一。短線流動性被大幅抽走，大批資金由加密貨幣市場流出，轉去炒呢隻新股。市場根本冇足夠嘅買盤去支撐幣價，導致大市急瀉。太空概念股板塊亦都出現大洗牌，競爭對手嘅股價一度重挫13%。不過大家唔使太絕望，呢個效應只係短暫嘅。你要知道呢間航天企業本身嘅資產負債表上持有高達18,712顆比特幣，而且呢次上市令到公司內部大約400名各級員工瞬間變成擁有過億美元身家嘅富豪。喺現時法幣不斷貶值、人工智能可以無限生成內容嘅年代，資金最終會流向絕對稀缺嘅資產。呢班新晉富豪好大機會將部分套現所得嘅資金重新投入去擁有絕對稀缺性嘅比特幣身上，未來隨時會成為推動大市大升嘅新動力。我哋跟住睇下地緣政治方面，同樣出現咗戲劇性嘅大逆轉。美國同伊朗之間嘅和平協議似乎有重大進展，甚至有傳聞話30日內會解除海上封鎖，並且釋放高達$240億嘅被凍結資金。呢個消息一出，國際油價喺48小時內急挫11%，油價下跌對市場係一個巨大嘅利好消息，因為能源成本下降，意味住通脹壓力可以得到舒緩，未來聯儲局減息嘅機會就會大增。受呢個消息刺激，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單日大升3.3%。
雖然呢份和平協議目前仍然非常脆弱，雙方嘅態度反覆無常，甚至有傳聞指條款內容出現爭議，但係地緣局勢稍微降溫，確實為原本死氣沉沉嘅大盤帶嚟咗一絲轉機。比特幣亦都借勢反彈，一度突破64,000美元。講完基本面，我哋跟住睇下大家最關心嘅技術分析。今個禮拜嘅走勢將會非常關鍵。上個禮拜，比特幣喺跌穿60,000美元之後，其實係做咗一個非常典型嘅流動性掠奪動作。當價格跌穿10月份嘅低位，掃清咗大量散戶嘅止損盤之後，大戶就趁低吸納，隨即迎來一波強勢反彈，價格重返62,000美元同63,000美元之上。從日線圖嚟睇，比特幣目前喺61,097美元呢個大級別關鍵區間嘅頂部變到強大支撐，但係上方嘅阻力同樣非常巨大。目前最強嘅阻力位落喺64,000美元附近，呢個位置唔單止係2月份嘅重要支撐位轉化而成嘅阻力，同時亦都係10月份蠟燭圖實體收盤嘅密集區。如果比特幣要扭轉弱勢，今個禮拜必須要強勢大升穿透64,000美元，然後進一步突破66,000美元，先可以確認重返牛期形態嘅上升通道，目標直指68,000美元甚至更高。講下另一隻龍頭大哥，以太幣目前正處於一個隨時大爆發嘅臨界點。以太幣現時報價大約1645.91美元，過去一個月急挫咗29.93%，技術指標可以話係慘不忍睹，但係危中有機。根據14日相對強弱指數，即係大家常用嘅指標，目前數值係28.06。大家要知道，相對強弱指數係用嚟衡量市場買賣雙方力量對比嘅重要技術指標。當數值跌穿30嘅時候，就代表市場已經進入咗嚴重嘅超賣狀態。同時，價格亦都低於50日同200日簡單移動平均線，反映整體趨勢極度看淡。但係，以太幣正經歷緊史無前例嘅大賣空，因為市場極度悲觀，大量淡友湧入合約市場做空，導致空頭倉位創下歷史新高。最詭異嘅係，與此同時，交易所入面嘅以太幣儲備數量突然被巨鯨大幅提走，呢個情況代表乜嘢？代表市場上可以買賣嘅現貨以太幣越來越少，供應嚴重短缺。喺因果邏輯上，當市場極度擁擠喺做空嘅一邊，現貨又俾人買晒提走，只要價格冇預期大跌，反而喺關鍵支撐位企穩，就會引發恐怖嘅逼空行情。淡友會因為保證金不足而被強制平倉，被逼喺市場上買入以太幣，從而引發連鎖反應，推動價格直線急升。目前以太幣最關鍵嘅支撐位係1592美元。如果今個禮拜價格可以死守呢個位置，又或者向下插針去到1300美元附近掃清，多頭止損後迅速反彈，逼空效應就會正式啟動。有分析預測，喺技術反彈同逼空效應疊加之下，以太幣有機會喺2026年6月14日達到1827.12美元，預期升幅超過11.38%。大家千萬唔好盲目追空，風險極高。綜合以上數據，我哋對今個禮拜嘅預測係點？今個禮拜最關鍵嘅事件，絕對係6月16日至17日舉行嘅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新任聯儲局主席正面臨進退兩難嘅局面，一方面白宮施壓要求減息救經濟，減輕高達39萬億美元嘅國債負擔；另一方面，通脹同就業數據逼住佢要維持高息嚟控制物價。佢今次嘅發言語氣將會決定比特幣嘅短期生死。如果態度溫和，暗示未來會容忍較高通脹並重啟量化寬鬆，大盤隨時迎來報復性大升；但如果態度強硬，堅持打擊通脹，大市可能會再次下試6萬美元以下嘅深水區。不過，從長遠機構投資者嘅資本市場假設嚟睇，比特幣相對於黃金嘅市值比例，目前跌到得返6.2%，遠低於長期趨勢線嘅8.2%，即係話，比特幣而家係處於嚴重被低估嘅狀態。如果呢個比例回歸平均值，按照推算，比特幣未來有機會達到138000美元嘅目標價。而機構對比特幣10年期嘅年化回報率預測更高達30.1%，去到2035年嘅概率加權目標價甚至高達1415730美元。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